乡亲啊，继续来看南投水里的近坑村，有一个幸福山休闲园区。已经种几10年的树啊，生了真密、真大丛，真适合来散步休闲。啊，这个地主陈志杰，佮甲老爸留落来的工寮，甲改造做一个艺文的休息点，要互游客甲乡亲有一个小卡的所在。伫规大片的树仔骹出现一座真有艺文气氛的小艺廊，这是由地主陈志杰倒来故乡了后，将老爸留落来竹林工寮改造而成的。把它改造成一个平台，一个小屋，利用这些空间提供给我们协会的朋友。水里乡近坑村的上港路是当初由一位陈上港老医师捐地竹林，当时政府为了纪念伊的善行，就甲予这个名。种树啊，不只能够救台湾，而且我觉得可以影响到人类的生活。也是陈松江陈医师曾经在这边很努力的造林所以我们陈志杰他的儿子回到这里来做一个经营那把这边呢做一个除了说原本的造林之外呢，做更好的一个规划这座由工寮改造的小艺廊，伫水里乡地主欢迎有兴趣的乡亲去参观。